下课真响，学生行出教室，也毋过仔细听听真声，是歌手卢广仲的声音。这是位伫台南市永康区的延航国中，因的校歌是卢广仲编曲演唱，风格简单佮温馨，歌词用字在地环境特色以及学校环境。延航国中的新社校对于台南的教育史来讲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想当初就在设想说要请一个在地的人跟这里有连结。歌词的部分，是由我跟三村国小的子弟大师王维斌老师共同来创作了哈。那当然也综合了闽南语还有国语哦，这两个语言来做词啊吼。普遍学校的真声较传统，而且会引来附近居民反映讲伤差，因此校长甲主任就讨论将真声换成校歌。这件事情蛮令人不可置信的，因为连我爸都不相信我们学校的校歌是卢广仲写的。其他学校的校歌比较死板一点，我们学校的校歌就还蛮有特色的。我们一开始设定的钟声就是卢广仲的曲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曲，那也就是希望孩子要上课的时候，要进去课堂，能够将等一下的知识刻在我心里面。那下课的钟声，我们就最近我们校歌刚拿到，我们就换成校歌的副歌的部分。校长也特别感谢卢广仲，会当替因的学校创作校歌。今年延航国中也将送草创好了后的头一届毕业生，希望伫毕业典礼进前，予囡仔一个特别的毕业礼物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